爱情是不能用理性去思考的，婚姻更不能。所以我不能答应你这场荒唐的婚姻。希望你好好想清楚。那一天，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当午夜的钟声敲痛你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我深深的沉默。我知道你有……我今天不走了。啊？哎，我没算错呀，今天刚好第7天啊。啊？你是没有算错，我不辞职了。啊，不是，小陆，那个是不是江总反悔了？陆离，出来。哦，我等会儿再跟你们说。啊。这气氛好像不对呀。啊？哎，我这早饭还没吃呢，要不咱们分了吧，蛋糕？哎呀，这，把它放冰箱里锁起来啊！傻呀，过2天叶子不过生日了吗？说不定有用呢。太抠了，锁起来。哎，锁起来，真抠，真抠。为什么？你说哪件事？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妈这种荒唐的结婚要求？只是因为不想辞职吗？那你是不是牺牲也太大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昨天晚上做的表格，上面有关于我们年龄、职业、性格、血型、星座等是否合适的相关分析。你这么喜欢做表格分析啊？我这不是公司面试，我也不是面试官。你可以仔细看看，我们相差6岁，年龄合适。你是狮子座，我是处女座，一土一火，一动一静，非常默契。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，从事的也都是相关工作，以后不会没有话题聊。说你的结论。我们的匹配值很高。匹配值很高就可以结婚啊？那你跟陈一鸣还很合适呢。啊对，你是因为他才来的公司。他只是我专业方面的偶像。说来说去，你是因为不想辞职才动的歪脑筋。那这样，你去跟我妈说清楚，你拒绝结婚，我不辞退你了 ，OK 吗？我看报道上说，因婆媳关系离婚占比45%。我看阿姨很好相处，这也是我跟你结婚的主要原因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喜欢你就可以跟你结婚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喜欢我的人多了，难道我每个都娶回家吗？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现阶段找一个跟你同等条件的人很难，所以……你不喜欢我，你要跟我结婚，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哎，陆离，我不管，在你的考拉逻辑里面是怎么理解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在我看来，爱情是不能用理性去思考的，婚姻更不能。所以我不能答应你这场荒唐的婚姻。希望你好好想清楚。对了，昨天我喝醉了，对不起。